原本民众日常采买出入的量贩店，一直是大家好厝边，只会响应全社会防卫警备的任务。昨好嘛特别关起门市半点钟，配合政府宣导，一旦拄到防空警报，如何启动紧急的应变，包括安打消费民众的情绪，正确的避难保护等作为，场面相当逼真。限制我人身自由吗？我要报警！我要找警察！我们现在只有3分钟，赶快往后走，我就等警察来处理。请再稍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有空袭警报来袭，我们现在都与派出所保持联系。一旦空袭警报解除，我们会第一时间让您离开。要叫一下119，请求救护。好，小姐。119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这边是全年福利中心台南生产店。是。现场有民众晕倒，需要紧急救护。是。那个，请问现场那个患者的意识状况如何？听得到我说话吗，小姐？目前是没有意识的状态。是，我们已经同步派遣救护车了，请那个早会 CPR 人进行 CPR。我们透过实景、实地跟实作的方式，在刚才大家都有看到，我们的全年的同仁在店长的指挥之下，怎么样子有效的去劝导民众，怎么样子有效的疏散我们的民众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而且也明确的宣示了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安全的，什么地方是危险的，特别是在有一些地方，那么它没有防空洞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必须在过去的整个的避难措施是地下优于地面，那么在这样没有地下的状况之下，那我们当然就是以室内优于室外的方式呢，我们来做这样子一个相关的一个演练。防空演习在要地下避难设施的状况，如何就近在室内进行自我保护，好全民在危机发生的时，拢会当配合点击引导快速应变，并且透过中央甲地方通力合作宣导，希望互防空的准备拢会当行入日常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